多謝大家支持，呢個單位推出市場短短3日，成功收到好多張 offer， 仲要高於叫價成交添。人人都話而家市場好靜，究竟點解可以做到咁嘅成績？其實背後有好幾個關鍵嘅因素嘅。第一就係定價嘅策略，業主非常配合市場嘅分析，以吸引買家嘅定價策略進場，成功喺短時間內吸引大量嘅買家關注。第二，單位本身條件亦非常出色。業主一直用心去保養，單位整理得企理乾淨，加上裝修吸引，令買家一睇就留下深刻嘅印象。第三，宣傳時機同埋曝光嘅策略，唔單止係要做好宣傳啦，仲要喺正確嘅時間推出市場，將曝光率推到最高嘅。第四 ，Open House 同埋買家嘅跟進啊，開放參觀第一個星期日已經吸引咗超過25組嘅客人到場參觀啊，成功帶動市場競爭嘅氣氛添。最後收到好多張 offer 之後，談判嘅策略亦都係更加重要嘅。究竟點樣幫業主爭取最好嘅條件同埋價錢，往往就喺成交結果嘅關鍵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間屋喺而家市場可以賣到幾多，或者想有興趣揾類似嘅單位，歡迎私信我，幫你打造你哋嘅買賣專屬方案。